泽县位于西藏阿里地区东部，藏北高原腹地，东与那曲地区相连，南与日喀则毗邻，西与格吉县、日土县接壤，北与新疆和田市民丰县交界，占地面积13.56万平方公里，是阿里最大的牧业县。走进广袤的羌塘腹地，2处自治区及以上自然保护区，其中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面积为10.89万平方公里，占整个保护区面积的30%以上。这里常年栖息着40多种国家级保护动物，如健壮耐寒的野牦牛，矫健温顺的藏羚羊，生得俊俏的雪豹，驰骋如飞的藏野驴，笨拙呆萌的棕熊等。其中称为高原精灵的藏羚羊，它们有着发达的四肢，善于高速奔跑的藏羚羊栖息在海拔4600米。2016年，西藏自治区专业管护站开始运行以来，加大了对野生动物的保护。藏羚羊种群数量由20世纪最低谷时的7万余只增至30万余只。野牦牛更是这片土地上最具特色且最为珍贵物种。它们栖息在海拔5000米的高山草甸、山间盆地地带，强壮的身躯、厚实的皮毛、暴力凶猛的生性，使它们在这片土地上雄霸一方。大自然对羌塘腹地的眷顾之情，总是通过一望无际的天然草场、河流湖泊、雪山冰川、湿地沼泽和成群的野生动物来传情，而人类改善环境的愿望也常常借助这些力量来实现。